那马华风台进前是扫过关岛，关岛的机场关起来，有110个咱台湾的旅客调伫遐已经调1礼拜。新华航空伫昨昏风台过了后，赶紧派飞行机甲旅客接转来台湾。有旅客就表示，因伫遐过7天无水无电的日子是真艰苦，家在拢平安，会当平安转来就好。调伫关岛7天100多位台湾的旅客总算转来桃园机场。新华航空伫较早起派一台空机去关岛载旅客，下昼5点多自关岛起飞，暗时7点多平安转来到桃园机场。这几天在那边的生活怎么样？水深火热。怎么说？不是水深火热，根本没有水。我们从5月23号要回来到今天，所以就是今天是5月29号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度过了6天晚上，所以应该是整整延迟了7天。廖小姐带3位是大人出去耍，即马平安顺利转到台湾，伊讲会当转到厝的正好。因为马华风台侵袭关岛，关岛的机场封起来，一直到当地时间2到下昼3点才恢复起工。迄当阵无水无电，建筑物内面还阁漏水淹水，旅行团爱家己找食的较大的所在。饭店我们要自己去寻找，而且饭店很多都是淹水嘛。对啊，他是这样说可以保留那个收据。我们一天光是我们的吃穿用度，我们可能一个人可能也要花掉了几百块到1000块这样子。调伫关岛7天，总共有109位旅客转到台湾，另外有6位旅客伫咧关岛继续续落来行程。因为马华风台对关岛造成正大灾损，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派工作人员协助处理。包括空军运输机载人员甲物资，还有2台海华巡河队的快艇，拢已经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